大家好，今次開箱 NA 離機 BT03 補充包日文版，一盒有24包，每包6張，全套85款，當中 SR 有10款 ，UR 有5款 ，L 有5款，呢20款係有機會開到帶有金籤嘅平衡卡，一盒保底最少1張。而家就先拆一包睇下配率。喺一包6張入邊，其中5張係 C 卡。因為只有45款嘅關係，所以重複率好高。唔知大家有冇發現呢一套多咗 Q 版人物，非常可愛。而最後一張嘅稀有度必定為 R 或以上嘅閃卡。呢一盒我開到11款 R 卡 ，R 卡嘅 Q 版角色手入邊都會拎住一張 NA 卡牌，特製嘅插圖真係好有意思。SR 開到4款，當中有我最鍾意嘅紅蓮暗影蓮花。L 卡開到哪吒嘅最後的少女時代 ，UR 都係佢啊！原彩嘅斜閃望落去好奪目，而 SPR 金籤就開到小美人魚嘅深淵之花，繁複嘅工藝實在太靚啦！今次嘅開箱就到呢一度，就用可愛嘅 Q 版作為總結啦。